好多時咧，媽媽都好擔心咧自己唔夠奶咁樣嘅。其實咧，呢一個準備喺你產前就已經可以開始噶啦。譬如你懷孕嘅時候，當你 feel 到 BB 喐，你已經可以同佢傾偈，同佢互動。咁喺呢一個過程入邊，其實係培養緊自己有一個回應式育兒。而呢一個過程入邊咧，其實你都可以叫埋先生，甚至乎咧 BB 嘅哥哥姐姐一齊參與嘅。喺呢一度，除咗可以回應咁樣餵哺 BB 之外咧，更重要嘅係可以促進 BB 嘅腦部發展。到你生嘅過程入邊咧，我哋鼓勵你用非藥物嘅止痛方法，咁你同 BB 嘅互動就更加暢通無阻啦，因為你冇咗藥物嘅副作用。到你生完之後咧，就會好似我而家咁樣啦 ，BB 抹乾咗個人，就會咧瞓喺你兩邊乳房中間，外邊冚張被仔，同佢開始有呢一個嘅黃金1小時嘅肌膚接觸。肌膚接觸其實有好多嘅好處嘅。而喺當中呢一個過程入邊，你會留意到 BB 原來亦都有佢自己嗰個大腦嘅發展嘅。我哋見到佢有9個唔同嘅本能。當你留意到 BB 想移向一邊嘅乳房，好似咧周圍咁樣探索緊，摸下你擺入口呢一啲想搵食嘅信號，你就可以俾佢食噶啦。肌膚接觸最好就係最少1個鐘，你中意幾耐就幾耐，或者咧等佢食埋第一餐之後先至俾爸爸抱。到你喺產後房嘅時候咧，好多媽媽都話會擔心，我都唔知 BB 幾時想食。如果你見到 BB 已經嘴喐喐、頭擰擰，好似搵緊你嘅乳房咁樣，你已經可以餵佢噶啦。如果唔係，佢就會將個行動升級，會再喐多啲手腳咯，同埋會擺隻手入口。你都唔餵佢咧，佢先至喊到面都紅。咁所以如果有人話俾你聽 BB 喊等於佢肚餓嘅話咧，咁就一定係一個好遲嘅信號噶啦。你早啲回應佢。我哋鼓勵你同 BB 24小時母嬰同室。當你同 BB 母嬰同室嘅時候，你回應 BB 嘅需要，呢一個可以減少 BB 嘅皮質醇，即係佢壓力嘅荷爾蒙，亦都令到佢唔需要下下都用喊嚟表達佢肚餓嘅訊息。另外，對於媽媽嚟講，你餵哺母乳亦都會順利啲，因為亦都有助你嗰個荷爾蒙催產素嘅分泌。催產素需要媽媽喺一個好放鬆、冇壓力、冇痛嘅情況之下咧，先至會分泌到出嚟嘅。即使你乳房有奶，如果你仍然好緊張嘅話，其實佢都唔係好過到俾 BB。盡量令到個人放鬆。先生可以或者屋企人可以幫手，當媽媽要餵 BB 嘅時候，就俾佢一個既定嘅環境去餵奶。平時幫佢 BB 換片啦、沖涼啦、做家務等等啦，幫輕下佢，減輕佢嘅壓力。到媽媽有生產之後嘅痛啊，無論係子宮收縮痛或者傷口痛，你都可以食一啲啱你嘅止痛藥。再加上對自己有信心，漸漸你就會上到奶，亦都唔使擔心 BB 會食得唔夠。咁呢個係非常之緊要㗎。